嚟緊星期三，跑馬地將會舉行9場賽事，頭場開跑時間為晚上6點40分。今次我哋將會分析第2場5班1000米，究竟邊匹馬要拖，邊匹可以飛？大家記得聽到最尾。講谷草之前，心水清嘅網友都知道，我哋一直好關注嚟緊4月5日將會舉行嘅杜拜世界盃賽馬日，就等我哋繼續前瞻其中2項有港隊馬參戰嘅大賽。高多芬1哩賽，除咗浪漫勇士之外，嚟自羅富全馬房嘅知足常樂將會響星期6遠赴杜拜美丹馬場角逐泥地2級賽高多芬1哩賽。佢嘅主要對手有戴圖理嘅坐騎，來自美國練馬師奧利嘅 Raging Torrent。值得留意嘅係，佢亦都係上屆呢場冠軍雙河上嘅練馬師。阿喬斯短途錦標，另一場有香港賽區參戰嘅係1級賽阿喬斯短途錦標。呢場賽事上屆嘅冠軍亦係香港嘅賽區加州星球。今年來自蔡約翰馬房嘅的愛心將會嘗試挑戰呢場1級賽。佢嘅對手方面有英國馬 Westgate、樂景傑錦標冠軍旁觀者清以及堅信。至於藍衫嘅高多芬就派出馬女激情派。想知道到時各場參戰馬詳細資料，記得唔好錯過我哋頻道之後嘅杜拜世界盃賽日分析。講返星期三晚第2場5班1000米，1號幸運傳承練馬師方嘉柏嘅馬，有聽開我哋頻道嘅網友都知道，我哋講過方嘉柏係一位擅長控制馬匹評分嘅練馬師。呢匹馬終於減分減到落嚟5班，唔用騎師班德禮跑。好大機會係因為最近嘅合作成績一般，金將配霍宏星抽過3檔，可作2重彩膽。2號鑽石寶寶4班都上到名嘅馬，落到嚟5班，邊個騎師跑都唔可以話要拖翻。3號金晉星轉咗去練馬師韋達馬房，肯定想盡快交代，唔好彩抽咗個12檔，冷先拖翻一注。4號鼓浪非凡呢匹馬戴眼罩嘅表現一向都唔好，畫得。5號精英至尊強配7屆冠軍騎師潘頓，雖然排10檔，但虎入羊群，3甲要預佢。6號快樂騎兵上場田草12000萬放都頂唔到3甲，睇嚟要等女見習騎師黃寶妮跑，減多10磅先有機會，今場可以畫咗佢。7號有心意，上次抽到內檔都把握唔到，今次抽到外檔，畫得。8號3代同心，上次跑田草再壓低個分，翻嚟谷草肯定搏命，一定要揀。9號聖神威好被動嘅馬，要啱形勢先跑得好，今場揀唔到佢。10號伶俐標區上仗表現應該要再好啲先啱，今場揀唔到佢。11號木火龍區排11檔，畫得。12號前鋒呢匹馬嘅馬主好中意養埋啲5班鐵馬，跑到前6名有獎金收下，都覺得自己好威，買4重彩先考慮拖佢。喜歡我哋 DWQ 賽馬頻道嘅朋友，可以俾個 Super Thanks 支持我哋，多多益善，少少無拘。多謝收聽，請訂閱、分享、讚好及留言。